我要时时学了耶和华，学了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嘴。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着学了耶和华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我捌求耶和华，伊就应我，救我脱离我一切通惊的事。请咱来吟圣诗，圣诗第27首。请咱永远起来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
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食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求彼拉多任来受苦，并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落活上天，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开家过来审判别人甲世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会相通，最下面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时，咱来启用伫圣诗后面启用文第31篇。启用文第31篇。厝体若毋是上帝建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暗暗才困。上主所听的人，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种地把把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袂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熬结果子的葡萄树。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互恁。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请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甲疼痛，佮保守阮兄弟姊妹来到殿堂要来敬拜阿罗主。阮恳求主你的圣神大大充满伫阮的教会。亲爱的主，阮伫日常生活中间检测阮的心思、阮的意念。有时，阮的疼心无够野，拢恳求亲爱的主怜悯赦免阮的罪过，就着主要所基督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过，拆消一切过世毒气、一切咒诅无下自己的罪。恳求圣神大大充满灌压，互阮的教会彼此和睦相听，互阮的教会成做传福音的教会来迎神益人。恳求亲爱圣神也加倍充满祝福伫愿根治牧师副会服侍、真君传道的服侍，愿的长老、执事、团契会长，佮有阮新的八区新的开始，恳求圣神来保守带领阮。求主赦免阮常常用着阮家己的经验、知识来经营，恳求圣神充满阮。阮会使得到圣神的帮助，互阮的所做拢为着要来荣光主你家己来行。主，阮只是要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阮来献上代祷，恳求亲爱的主来施阮怜悯，医治因拄着患难，也拄着死失的家庭，也恳求圣神来安慰因。阮恳求亲爱圣神也来充满伫阮今日早的会堂。今仔真欢喜看到台东教会、台东新港教会老牧师来阮的中间，要来请安。恳求主你的圣神愿来充满伫伊，也恳求圣神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真正
来回应主你对阮的疼，互阮也会使互相支持奉献。恳求亲爱圣神保守阮今下早聚会，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尊名来祈求，阿门。咱们今仔要读的圣经是伫路加福音的第10章25节到37节。伫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到37节，好的撒玛利亚人，有一个教律法的先生起来，试伊讲：先生啊，我着怎样做，才会得到永活？耶稣对伊讲：伫律法有记什么？你读了怎样？伊应讲：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听主你的上帝，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耶稣甲伊讲：你所应的是对，行即个就袂活。若是伊爱显明家己做对，就对耶稣讲：实罪是我的厝边。耶稣应伊讲：有一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拄着贼，绑伊的衣裳，拍伊到半死，放下地做因去。草坎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去，看见伊就闪对迄边过去。搁有一个利未人到迄所在，看了游园对迄边过去。独独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对遐过，看见就怜悯伊，棍碗用酒添伫伊的受伤的所在，甲伊包地，将家己的精生互伊骑，带伊到客店来照顾伊。隔日摕银仔2个，互店主讲，着照顾即人，所费若较加，我转来才还你。即3人中，你拍算倒落一个做拄着贼迄人的厝边？伊讲怜悯伊的就是。耶稣甲伊讲：你去，照安尼来行。愿上帝祝福听伊话去行的人。这是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这个是真平安。我
圣道咱今仔真欢迎台东新港教会的老牧师来甲咱证道。因今仔题目是“互生命延续落去”，请老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带领，互桃园教会当接纳阮新港教会来到伫遮，甲大家分享阮所咧做的事工。伫要分享进前，要邀请大家看一段影片，因为阮一礼拜我进前，阮全教会骑脚踏车，骑无远啦，西东部一连尔。花莲甲台东踅一连尔，所以要邀请大家来看一个阮一礼拜前阮所做的事。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生命充满亮光。你是卑微转为尊贵，世上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生命充满亮光。你充满亮光。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世上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生命充
短短影片带咱看东部一个啦吼。伫过去一年的时间，咱教会的青年亚文伫新港服侍一年，所以我要先互伊有一段时间，咱大家分享伊伫过去一年中间的学习。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有即个机会，会当伫遮甲大家分享我过去一当伫台东新港教会一寡看见甲改变。有足侪人甲我问讲，为虾米我爱走遮尔远去遮尔远的台东做工课？其实伫我毕业的时阵，就想要找一个甲教会有关系的工课，加上我感觉正经的生活，敢若过了伤过舒适，所以互一个挑战，就是换一个环境。就拄好看见新港教会有一个宣教人才的训练计划，是互大学以上毕业生会当用至少一年的时间伫遐做伙互师参与聚会，透过讨论。互因会当了解教会真正的需要，也会当陪伴每一个人，就亲像一个长期的营队活动。所以伫旧年的8月底，我就去到新港教会互师。毋过真正伫参与这个事工了后，互我发现我家己过去敢若只有看到一个活动结束了后，大家欢喜快乐的一面，无注意到每一项的事工后壁是偌侪人用奉献家己的温素甲精神才会当完成的。所以原来每一项的事工，拢会当创造搁较侪代志，毋仅是参与聚会、主办活动，是透过互人会当。带人会当到上帝的面前，看见上帝，看见大家的需要，还是彼此陪伴。伫新港，我看见无只对教会的未来的方向足清楚的，就伫每一项的事工中，拢会追求上帝带领。也常常伫聚会中间，甲会友分享伊为上帝遐的领受，互大家会当了解无私的看见。老实讲，一开始我伫新港教会的日子，感觉做袂惯势的，时间过了拢真紧。对我这头壳思考较袂认真的我来讲，是一个大挑战。才发现我以前真正过甲足幸福的，毋知，互大家保护甲足好的，因为大家拢会斗相共啊，会帮助我。所以毋知一项代志爱完成的事，是爱用家己的头壳去思考，渐渐的伫新港的互师中，问题就愈来愈多，所以开始会对家己愈来愈无信心，也愈来愈无实在我家己。毋过，伫这个过程中间，我发现上帝真正是足疼我的。伫我的人生中间，有安排足侪天使伫我的身边陪伴我，只是可能即摆的天使较严一点安尼。虽然伫这一年中间，会发现家己爱有足侪所在爱改进，毋过嘛是有进步的所在。就是我即摆伫遐聚会时，爱还是用台语甲大家分享，就亲像即摆安尼。虽然我的台语感觉袂做认真，毋过伫学习中啦。那也嘛还是伫用无共的思考角度去思考代志，也是诚做团契的辅导等等。嘛会记伫我第一届参加新港教会的第一个互师，就是骑脚踏车，是为新竹骑到台东新港。迄当阵才搬过一条山，就感觉骹酸足疼的，骹足酸的安尼。毋过今年我无共款啦，今年我完成了湖港4暝迄单车活动，就是大家拄则看到的迄个影片。透过这个活动，甲这一年来的成长，互我有足侪改变。就亲像我较早是爱
互人帮赞，即马是我下是去帮赞别人。也伫这活动中，到每一个教会的时阵，发现每一个教会会互相带导，也互相祝福。这个动作，互我感觉足感动的。因为伫花东、伫东部每一间教会拢离了足远的，毋过因中间的关系敢若足亲近的。这嘛是我伫遐的看见甲学习，也互我思考，咱伫西部的教会是怎样建立的。宣教毋是一条简单的路，毋是一直走，一直招，一直做，一直招旧的做，对，毋是一直照旧的做，嘿，是学习伫共款的代志中去改变，去做好准备，随时抓着上帝的旨意，行伫上帝的道路中。我知影教会即马有经历足侪代志，毋过我相信这一切拢是上帝的安排。就亲像咱伫骑脚踏车的时阵，有爬行，嘛有路行。我也嘛期待我家己伫这一年中间，看见家己有足侪爱进步的所在。求上帝伫这过程中间，继续引带我，会当学习我靠伊。以赛亚书59章90讲，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你的路，我的梁头较悬你的梁头。上帝意念是咱无法度想象的，愿咱会当随时做好准备，听候上帝的差遣，顺服伊的带领。感谢大家听我的分享，也感谢同园教会真做我上大的帮赞。未来我准备要定期写大道批，若是大家愿意收到我的大道批的话，请大家伫礼拜了会当互我知影，我会互批寄互恁。也邀请大家做伙来关心、来带导，希望新港教会的宣教事工，因为大家的参与，会当互搁较侪人听见上帝的福音甲祝福。感谢大家。毋知咱教会有人听过伊台语讲遮顺过无？真正踮伫一年的时间，就拍拼咧讲台语，一开始大概若亲像外国人咧讲台语共款。现在会当完整表达一篇伊所写的见证，其实这是无简单的事。这也是伫宣教的过程中间，其实阮一直咧努力，互每一个人找到伊会当成长的所在，会当找到伊温顺的所在。头拄咱看到迄个脚踏车队，迄中间有一个真特别的，就是阮有2个超过75岁，上老迄个80岁，上细汉的吼，头拄有去着上迄个我的囡仔未6岁，所以阮规个脚踏车队是对80岁一直到6岁，大概总共差75岁安尼团队做伙出去。伫即个过程中间，有老的，有少年的，有细汉的。也照着安尼，咱彼此咧照顾、彼此咧看的时阵，有当时迄个信仰的典范会当一代搁一代传承落去。脚踏车队到底安怎会有遮尔大的梦想？其实这拢是对迄个上老的迄个长老来的。阮迄个上老的长老80岁，伊其实伊龙骨开刀过，所以伊无法度规个直起来哦，伊拢是歪歪。一年进前，伊的太太过身，逐个人其实拢足烦恼的，因为伊疼某是踮伫规个社区内底出名的。伫过去这几年，因为太太失智，所以常常踮伫街仔路顶面四界撞。因为伫社区内底，逐个人拢熟悉，所以较袂要紧。就是有人看到迄个太太，就敲电话甲伊讲：李先生，恁太太即马伫倒？伊接到电话，才阁骑乌多摆出去，甲因太太载路转来。伊是一个真疼某的人。一年外进前，忽然间，迄真正忽然间，上帝就甲伊太太带转去。伊心内底足艰苦，
伊的囡仔嘛足烦恼的，因为毋知影讲即马剩一个老人踮伫庄骹，到底是要安怎？所以伊的囡仔想要甲伊接来西部，这个长老讲我拍死我嘛袂去西部，你若是要我去吼，就是要我伫遐死啊！所以我绝对要留伫庄骹，要留伫新港。伊的囡仔无法度，只好来甲我讲，伊讲牧师啊，拜托，阮爸爸交互恁啊，请恁小影一下，有去探访的时阵，小看一下伊到底生活过了安怎。个别礼拜煞，囝儿全部拢离开，阮开始去探访这个长老伊的状况到底是怎样。雄才看到讲，伊哪会咧骑脚踏车？一礼拜大概骑2、3逝。伊讲慢慢，反正我都慢慢骑，骑去北平遐差不多5、6公里的所在，那古塔伫遐。伊讲我一礼拜都骑2摆、3摆，骑去遐，那古塔有开我就去哩，无开我就去遐拍一个招呼，甲阮太太拍一个招呼，我就转来。同一个时间，伊也甲我讲另外一件代志。伊讲教会咧敲找咱新港第一任牧师的脚架。第一任牧师过去拢是骑脚踏车咧宣教，骑脚踏车去到每一个部落，到原住民宣教，嘛骑山顶。伫山顶的所在，阮阁一间集会，伫遐主持礼拜。伊讲教会今年想要来推动，互咱大家重新来行这个路站。伊讲吼，我嘛想要来。活了80岁啊，我拢毋捌缀过老牧师安尼行吼。我要来缀迄个第一任牧师的脚架，所以我趁安尼，我嘛做伙来练习。所以伊一礼拜就慢慢开始咧练呢。另外一对翁仔某，也70几岁翁仔某讲，哦，看伊一个老人安尼骑车袂放心，所以缀伊骑。我即马就3个超过70个老人做伙咧骑脚踏车。啊，骑的过程中间，迄对翁仔某的查某囝讲，对，到底是会通嘛袂通？所以，我来缀来看卖。所以，就第4个人缀咧骑。第4个人缀咧骑，伊讲哦，牧师安尼骑车伤忝。无安尼，你会当载阮去买较好的脚踏车无？所以我就搁开福音车载因去美利达，一人拢买一台袂歹的脚踏车，开始练，一直练到真正完成旧年的任务，重新敲找第一任牧师的宣教脚架了。伊讲牧师搁来咧，搁来要创啥？我就凊彩讲一句讲，无咱来踅东部中会一连试看觅。东部中会一连就是对花莲到台东，对北是太鲁阁过来，上北的迄个新城北部教会，上南是太麻里。我廖准讲，我凊彩讲的，无人会当作是真的，无想到讲愈来愈侪人当作这是真的。对老人开始，中年开始，壮年嘛入来啊，青年嘛入来啊，青少年嘛入来啊，连主日学学生拢做伙入来啊。所以最后25台车做伙完成西东部中会一年的任务，400几公里。去到日本一间教会，就踮伫遐，为着阮一间教会祈祷，也邀请迄间教会的牧者为着阮来祈祷。因为有一代搁一代的人踮伫一个团体，踮伫一间教会内底，所以咱的教会才会水，咱的教会才会丰富，咱的教会才会看到讲会当有新的愿望出现，咱会当看到教会会当一代搁一代延续落去。有当时咱想过了，准讲反正上年就归上年，青少年就归青少年，青年归青年，迄拢免管，反正分开就好。无拍算上帝的创造是，互全部的人做伙，有一代搁一代，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年，咱才会当看到教会真正水的所在伫倒落。咱才会当看到讲，生命的见证是一代搁一代会当延续落去。我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叫做永远的活命，一代搁一代。
互生命的价值延续落去，这是永远的活命。无有当时咱会足心虚的，咱要去甲人传福音讲，信耶稣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到底要讲啥物？其实对这个律法师来讲，伊嘛咧问这个问题。伊才会走来问耶稣讲：“老师，我到底要安怎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耶稣回答啊：“律法写啥物？你念的是啥物？律法写的甲伊所念的到底是啥物？我毋知影咱有想过无？圣经所写的甲咱所念的会共款无？有当时都讲哦，袂啊，当然嘛共款。我教伊读，教伊念，敢会有问题吗？是啊，圣经所写的，到咱所念的，这是第一关哦。过来迄一关嘛是，这是真大的问题。安尼咱所行的到底是啥物？这个律法教师回答耶稣真标准的答案啊！伊回答啥物？爱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听主你的上帝。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是回答拢对。律法顶面真正安尼写，所以伊所念的完全是正确。总是耶稣搁继续问啊，你爱安尼做，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重点是你安怎做，才会接到后壁迄个故事。后壁迄个故事是一个人，伊都要失去性命，已经离死亡足近啊！一个人伫路里，互人拍到半死，以上全部拢互人抢去，放杀伫路边。伊的性命一点一滴咧消失。当看到这个人的时阵，到底咱会安怎想呢？故事咱拢足熟悉，一个祭司，一个利未人经过伊，总是无人想要来关心伊。代表讲，一切信仰的语言，一切宗教的体制，其实对人的性命是一点仔帮助拢无。无论咱读了偌济，咱念了偌济，有偌尼健全的宗教体制，有偌尼高讲的信仰语言，对人的性命真正咧面对死亡的时阵，恐惊是一点仔帮助拢无。所以，咱咧面对到底什么是永远的活命？如果咱对一个人的性命要死亡，也是完全无感觉，到底什么是永远的活命呢？台湾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我过去伫台北大汉，自细汉到大汉一直踮伫都市内底成长，但是我8年前去到伫新港伫遐咧生活，去到伫遐服侍了，我发现这真正是一个完全无共款的世界。台湾是一个超越过咱所想象，每一个所在是完全无共的。东部甲西部，我会形容这是两个无共款的世界。到底东部生做啥物款呢？台东是一个人口一直咧迁徙的所在，老人年纪大，渐渐咧迈向死亡。少年人大汉了，因为无所在通好读册，无所在通好找工作，所以拢渐渐会迁徙。慢慢庄卡的人口就愈来愈少，而且是愈来愈紧。这个减少是愈来愈紧。当然，踮伫土园遮，人是愈来愈侪，因为足侪人开始迁徙来大都市的所在，所以台东就愈来愈细，愈来愈细。哪亲像看无，到底佫过5年、10年了，望是啥物？当阮咧西东部中会一年的过程，看到足侪真细的教会，足侪间庄卡教会，差不多拢10几个人咧聚会，30个人咧聚会。聚会平均年龄拢超过70岁，咱足歹去想象讲，到底即间教会佫过5年、10年，敢还佫存在无？东部的外移是一个真严重的所在，所以侪人认为这是一个失去望的所在。
这是一个无法度去看见未来的所在。到伫这个时阵，其实教会嘛咧面对讲，搁安尼经落，搁安尼继续做事工，但是无论安怎做，人拢一直牵线，到底未来要安怎办？咱教会的4号牧师，过去8年拢甲新港教会合作，伊带花莲大专的学生来到新港出团宣队。伫一年搁一年，学生拢愈来愈侪，真正学生愈来愈侪。第1年敢若60个，到今年已经连续3年超过100个囡仔咧报名。但是一直经，嘛是咧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啊。这囡仔大汉嘛是共款会离开嘛，为着要读册，一定要离开这个所在。到底教会的未来伫倒落？阮会来到伫遮分享，是因为阮咧修理一间建筑物。这间建筑物是踮伫教会的边啊。20年前，教会将伊买落来，成做一个接待人客的所在，成做一个互西部兄弟姊妹来到新港会当灵修的所在。20年前，用真悬的价销，差不多2000多万买，所以即马的上年，就是迄个时阵的中值，非常的辛苦，四价无款，真拍拼，甲全部2000几万拢买落来，拢甲伊兴了。几年前开始，因为即栋厝足旧啊，风台来，甲伊拍甲全部拢漏水，所以愈来愈羞烂。当我看到济常年徛伫即栋厝的外面的时阵，其实因心内底足艰苦的，因为因看到即栋厝开始咧羞烂，开始有可能要废无的时阵，因所想到的是，我的性命敢会是安尼？对即阵常年来讲，因咧想的是安尼，我的囡仔拢无伫我的身躯边啊，我的年纪也渐渐大，嘛有足侪病痛，拍拼一世人，看起来敢若愈来愈离死亡愈来愈近，哪亲像即栋厝共款。过去遐尼拍拼，甲伊买落来，今仔日伊也共款，要亡啊嘛。即栋厝是一栋真特别的建筑物，因为后来阮渐渐咧重新了解伊的历史。一开始伊是日本人的厝，伫日本时代，迄当时啊叫做新港厅。新港厅啊，即栋厝是新港厅的支厅长吼，支厅长伊个人的别庄。伫伊咧做迄个支厅长的过程中间，伊重要的任务是伊完成新港渔港的建设，以及规个成功镇街道规划。后来日本人讲吼，要甲伊调走，这个厅长就讲，我不爱走啊。我要一世人住遮，所以伊甲赶死了，起即栋别庄讲，这我要一世人住伫遮。后来伊真正死伫台湾，也埋葬伫新港。二次大战了，后来换咱基督徒高中的后代高端入长老，甲即栋厝买落来，互伊成做医生馆。也因为因是基督徒，所以渐渐甲教会兄弟姊妹重新组织做一会。新港教会才对遐搁重新开始。所以对于即栋厝来讲，即栋厝有特别的意义。伊是新港的开始，是政治的开始，是经济的开始，是医疗的开始，是信仰的开始。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当教会咧看即栋厝的时阵，哪会去感受讲？阮无法度遐尼简单，就甲伊放弃，因为这是咱每一个人的性命，这是咱每一个人的根。哪亲像即大阵的上年，因用一世人的气力，为着教会咧服侍，袂当安尼凊彩就互伊失去。所以，阮开始咧推动，互即栋厝会当重新活起来的可能性。但是，这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因为要起新的较简单，要修理旧的较困难。
总是这也一直咧挑战，到底咱怎样看待生命？当生命一点一滴咧消失，当咱过去的故事一点一滴咧消失的时阵，咱的决定是啥物？那亲像迄个倒伫边啊，倒伫路边迄个人，伊的生命开始咧面对，那亲像要消失啊，总是上帝安排伊的救星出现啊。但是这个救星是倒伫路边，这个人从来毋捌想过。一个撒玛利亚人对伊来看，也毋是啥物甲伊有交叉的人啊。总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伊来看到这个倒伫路边的人，随时将伊包袱内底油甲酒摕出来，替伊来顾伊的空喙，也带伊去客店，通伫遐休。有当时啊，咱足少去想到，因为这个故事实在是咱伤过熟悉啊，咱会足少去想到讲，为什么这个人伊随身会带着油甲酒？伊为什么要随身带油甲酒？油甲酒是要摕来创啥物？油甲酒是要摕来照顾空喙的嘛？啊，为什么伊会随身炸？都那亲像今仔日咱来做礼拜，咱会随身炸鸡酒包。大概咱袂安尼去想，有可能对这个撒玛利亚人来讲，伫伊生命中间，伊捌感受过，有人帮助伊，有人那亲像咧对待这个倒伫路边的人一样，咧对待伊，至到互伊有迄个印象讲。我爱备办好我家己，互我会当去帮衬别人。所以，当伊照顾这个人的时阵，伊咧做一件代志。当伊咧照顾这个人的时阵，伊咧做的就是，互生命会当延续，互迄个看起来是都要死亡的生命，互伊当阁继续向前走，互伊当继续阁延续落去。原来，这叫做因缘活。互每一个都要失去的生命价值，会当阁继续向头前走，会当阁继续延续落去，这叫做因缘的活命。所以兄弟姊妹，咱必须要会记哩这件代志。当咱咧讲信耶稣会当得到因缘的活命的时阵，是互每一个生命的价值会当阁继续向前，会当阁一代阁一代延续落去，这才真正叫做因缘的活命。咱才会当去看到讲，原来上帝怎样拯救我，互我的生命会当延续落去，就是互我也得到这个气力，阁继续去帮助软弱的人，也互迄个生命阁继续。所以一代阁一代延续落去，一个阁一个生命的价值，会当阁延续落去，这才是信耶稣会当得到因缘活命真正的意义。所以上帝恩典真奇妙，也因为教会开始思考要修理这栋厝的时阵，真正足侪撒玛利亚人出现啊，足侪毋是基督徒的人开始走出来啊。有人提供因的故事，有人讲因的回忆。伊讲这个所在就是细汉我发烧，阮爸爸爱我来遮找医生，所以互我的病得到医好。啊，也有一个。社区的人带一个日本阿嬷来，一个日本阿嬷，伊讲我70几年才定身，阁转来台湾，伊是晚生。这个日本阿嬷定身入来这栋厝内底，看到遮会上，伊开始目屎咧哭。伊讲这是我古早，这是我古早爸爸带我佚佗的所在，这是我爸爸教我收水的所在，但是也是伊，互人。遣送坐船离开，转去日本的所在。伊重新咧讲这个故事，也透过足侪人的帮衬，最近关既然敲找到迄栋厝原本主人伊的后代，真正甲教会开始咧联络。伊的祖孙讲73岁，啊，得到这个消息了后，伊写一张批，伊家己分享讲。我感觉足见笑的。我无趁我爸爸妈妈也是我阿嬷伫的时阵，
去问讲，到底我阿公伫台湾做啥物？但是我今仔日敢若60岁，我随对日本飞来台湾，所以请恁予我一段时间，我会去找恁。也阁因为安尼，阮社区的人也开始去找，后来才发现讲，这个日本人伫古早时，伊捌请过5个人，5个台湾人，诚做伊的佣人。啊，讲这5个，即马还阁有2个还阁伫的，拢90几岁啊。啊，阮一个社区的人就找迄个相片，真正走足远的，竟然真正找着迄个90几岁的阿嬷，甲迄个日本人的相片摕互伊看的时阵，迄个阿嬷规个人咧哭，伊讲：恁爱找有，迄是阮爸爸。对日本时代了，伊就无阁看过啊。对迄点，阮开始去发现，原来教会会当陪伴社区去敲碎对过去一直到未来这条线，怎样甲伊重新阁牵起来？原来教会宣教的任务也是好，每一个生命的价值会当一代阁一代延续落去。也亲像一开始我所讲，迄个80岁的长老。伫伊人生，伊感觉可能一开始太太要过往、要过身的时阵，伊毋知影未来伫对，总是到伫现今，伊重新敲碎生命的价值，互伊咱勇敢向头前来行。咱的青年，咱桃园的青年，今年暑假去新港服侍的时阵，阮这个长老就带队4点半，带咱的青年骑脚踏车。骑单车看日出，一个80岁的长老带因骑脚踏车看日出，咱会看到迄个愿望一直点伫遐，咱会看到上帝的气力赢过一代搁一代，伊一代搁一代一直咧保守咱。也伫桃园的青年踮伫新港咧服侍的过程中间，新港教会搁拄啊好拄着一件意外。阮拄着一件意外是，阮有一个老人，忽然间讲要出去佚佗，啊，无人知影伊到底要去佗。因兜住伫青山内，忽然间透早讲伊要出去佚佗，啊，都毋知影佗去啊，毋知影佗去。厝内底人非常紧张，四界咧敲碎，一直找对早起，找到下晡，打电话互我讲，牧师，请你来带阮做伙祈祷。随接到电话，阮嘛到伫遐，带因的亲人做伙踮伫遐祈祷。祈祷煞邀请阮的同工，咱做伙来找看卖，都照着迄个手机定位，一直踮伫遐咧敲碎，一直伫遐咧敲碎。对下晡找到暗暝，完全找无人。一直到过顿工透早，我才接到电话讲，牧师敢若有看到迄个包包啊，请你紧来。所以随接到电话，我嘛搁一摆对教会搁冲出去。伫迄个过程中间，照着因所指示我的路，要对大路边一直行到海边。一直到现在，对我来讲，总是一段我足歹去想象的路，因为迄条路根本无人知影，边仔全部拢草，树枝嘛全部拢交叉来交叉去，一个80几岁的阿嬷，到底怎样行落去？伫我咧行的过程中间，我愈行愈感觉，这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甚至连我拢会互边仔的手机，甲伊用甲跋倒。到底迄个阿嬷怎样落去的咧？一直真正到伫海边，看到迄个包包，逐个人心内底足急的，毋知影要安怎办。搜救队对远远的所在过来讲，敢若踮伫北边遐，有看到人的款。所以我
陪伴因做伙真正伫沙滩上跑步，迄是一个我到当满度想象的经验。遮尔热的天气，伫沙滩上咧跑步，全部的人伫遐咧走，一直走，哪亲像永远看袂到迄个目标共款。总算挺好到有车辆来甲阮载过。后来伫遐，阮发现即个阿嬷伊的遗体。徛伫遐，其实我毋知要安怎办，干来让带大家做伙祈祷，也替因联络后壁要处理一切事。迄天拜六，过顿工要做礼拜，过顿工徛伫讲台顶，我甲兄弟姊妹分享，我今仔日真正毋知要讲啥。原本准备好的，其实完全毋知到底讲啥物才好，因为咱无法度去了解到底上帝做了啥物事。但是真特别，上帝伫迄场礼拜中间，伊家己讲话，伊圣神亲自安慰全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到迄天礼拜煞是全教会做伙揽的。做伙伫遐咧哭，做伙伫遐咧憔悴未来，咱要安怎继续行落去？这个阿嬷的见证，伊对60几年前，甲伊的先生对西部迁徙到伫台东，伫青山内的所在。伊讲一开始根本就毋知要去对，敢若听到人讲遐有种做通好活，我就去遐。上帝带阮来。对一开始啥物拢无，到后来开始建立家庭，开始有因的产业，到今仔日收成满满，上帝一路的带领。所以伫咧办个别礼拜的过程中间，阮重新咧看这位老人伊的生命咧对阮讲啥物，生命的见证爱一代搁一代延续落去。也真特别，2礼拜后，也都是头拄仔所看到，阮出去骑脚踏车，这个阿嬷的后代，每一个家庭拢诚做阮一份子。有人甲阮做伙骑，有人排班，诚做阮的后援，伫后壁赛车咧支援。伫我咧看即件代志的时阵，我心内有真大的感动，因为这阁是一个生命的见证，阁延续落去啊！一代阁一代，因无因为老大人离开因的信仰就停伫遐，颠倒因欢欢喜喜，最后欢欢喜喜看见因的老大人真正去佚佗，去上帝怀抱内底佚佗，因会当继续勇敢地现在阁向头前来跑走。这是上帝真大的恩典，也互咱每一间教会，咱会当做伙学习。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是重要的。每一个生命的价值，拢应该爱延续落去。这是现主时的台湾，咱咧追求要搁较大，要搁较紧，咱要发展愈来愈济，但是咱袂记哩，足侪重要的物件已经失去啊。所以也透过阮咧做老屋的修建，透过伫教会中间陪伴遮个老人做伙骑脚踏车，阮开始咧憔悴，到底伫庄骹新的未来是啥物？有侪撒玛利亚人一直出现，有侪人因的故事也一直感动阮，也透过阮出来分享、出来募款，阮也期待建立咱搁较侪人甲人中间的结连，因为只有人甲人有真正的关系，有真正的结连，咱也才会当真正见证讲，我甲上帝有关系啊。
如果咱若是甲上帝有关系，但是咱甲人拢完全无结连，咱是怎样咧面对信仰呢？咱需要建立人甲上帝、人甲人以及人甲土地的关系。阮也透过一首歌要表明阮教会的见证。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心意更新的故乡》。心意更新这4字踮伫圣经内底，咱足熟悉。但是，阮有一个青年，伊想甲这4字变换2字。伊讲第一个义，心意的义，爱改成驿站的驿，就觉得铁马驿站，迄个驿站迄个驿。啊，更新原本的更新改成耕耘的耕。这个青年伊讲，过去1年伊伫台北咧实习，台北足紧的，压力足大的，伊感觉足袂惯势的。但是当伊听到这条歌的时阵，伊伫讲伊伫咧哭，伊讲这毋是乡愁啦，这是我家己的故事，这是我的心声。人的心爱找到真正的驿站。人的心要找到真正的驿站，我们才会在那里不断的耕耘，有不断的耕耘，才会看见新的东西出现。因为我是新港，所以说不断的耕耘才会看到新港，所以叫做心意更新。人的心爱找到定根的所在，也踮伫遐不断拍拼，咱才会当看到生命的价值一代搁一代延续落去。所以要邀请大家做伙来听阮唱这条歌。的心肝，不知的不知，行伫港口的顶面，看着海因起落的变化，想出故乡的变化。有我的日子，行伫寂寞的街路，找找心灵的归乡。期待看见心间的影影，念叨的故事，讲起生命的故事，听候转来的每一双手，做伙牵起听的希望。咱的心着找着灵魂的所在。尽量属于你较宽的真情，好水原来一海更长，希望在看见梦想的实现。咱伫这去做新的主题，何况来这做咱的希望，好听通变换，每一个角落，创造咱的心肝，心意更新的故乡。这个圣太郎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陈东正的希望的开始。我希望老人会变成一个地方，大家可以来受到安慰，受到喜乐。事件了后，会当互咱新港这个地方，互全世界人知影讲，这有中历史的古迹伫遮。我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个
镇上居民不分男女老幼都一起来关注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足水的所在，也有足水的故事踮伫遮，所以邀请咱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关心，互咱会当做伙来建立搁较侪的结连，互咱会当踮伫上帝国的宣教事工顶面，做伙向前来跑走。请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怎样疼惜每一个软弱的人，你怎样互每一个软弱的人的性命真正会当继续延续落去。主啊，阮每一个人也是安尼啊，阮也是安尼得到上帝你的拯救，阮也是安尼得到上帝你的赦免，所以求你帮助阮，互我会当坚强，互我会当勇敢壮大，向头前来跑走。将阮生命的故事，将阮生命的见证，阮的后代，一代搁一代来分享，互阮一代搁一代的见证会当一直延续落去。伫上帝国的宣教中间，阮看见上帝你不断行神迹，踮伫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徛起踮伫桃园，通正做光，正做盐。愿主你甲阮伫地，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圣诗第587首，我毋知明日会怎样。请咱起立。我在你里。
奉献咱要请闽州执事甲吴光执事，孟书执事。请咱第一摆来咱中间聚会无队友，你若毋知影奉献的意义，你毋免奉献。请咱即时来念今仔日的金句。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就是你的上帝。马可福音12章30节，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就是你的上帝。马可福音12章30节，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就是你的上帝。马可福音12章30节。再来看周报的第一面，咱侍奉的同工请咱来注意，伫下礼拜，即服侍人员，请咱同工来注意一下。周间的聚会，议员请兄姐来注意。第三面小组的聚会，伫各区拢有聚会的即个地点，请兄姐嘛来注意即个聚会时间。奉献的部分，我们就请兄姐与咱的长职来更正。咱来看第8面消息的报告。今仔日真欢迎台东新港教会这个老师来咱遮讲道甲募款。咱的这个外面有放伊的义卖的手提袋啦吼，甲束口袋的杯子。
哦，请咱兄弟啊，等下若出去，啊会使就尽量甲因来即个交关吼。啊嘛为着即个因的即个事工来奉献甲大岛。第二点，下晡点半2705会议室要召开行政部的部会，啊，请咱下面的同工家己来注意，来出席。下主日就是27日，咱为着平安7月节来一个布道礼拜吼。啊，咱真欢迎即个男神的洛维道牧师，甲男神的乡音乐，要来咱教会来分享演唱。啊，请遐这为即个事工来代祷。下主日嘛要举行即个主日即个主日学的毕业典礼，请咱即个同工注意。下主日嘛有召开关怀部的会议，请关怀部的同工注意。第4点，下主日嘛要举行即个社区花艺班吼，第5期的结业式。小学的消息，公告107年的长老执事，即个候选人的预选名单啊，请咱即个兄弟到4楼的公布栏去看。团契改选。监选的长老，嘛是请咱各位同工来，各位团契来注意。消息的报告，伫9月初3，1点，伫701室要举行圣诞节的筹备会议。啊，即内底请传道部甲教会团契辅导委员来出席。第2点，唐长老教会夫妇甲妇女团契野外灵修，请咱兄弟嘛来注意一下。咱真恭喜咱的这教会这青年吼，这小学生吼，咱伫2017年的这个高中大专院校，咱有真侪，咱替因恭喜。第4，咱提醒咱的兄弟来做礼拜时，请咱提早到，坐较头前的，请兄弟来配合。咱的主日用爱餐的用餐宣导，为着要互厨房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所以咱的爱餐就是伫11点半来开始。主日礼拜后，咱就是4楼的顺承来交易，才互师会。甲大家通知来上6楼来用餐，儿童主日学的师资特别训练班这点来请咱兄弟来看一下。第7点就是伫下礼拜六，就是要举行这个平安7月节音乐会，因为咱的票已经大部分拢有摕完了吼，所以咱有缘而且请无去的兄弟嘛，无要紧，你也会使为着这个活动来代祷，因为这个活动就是透过诗歌甲音乐要来诉求这个真正的平安，嘛是一个柔性的传福音的事工吼。咱兄弟会使为这个事工来代祷。其他这个教会消息就是基督精兵营的这个青营吼，伫9月15到17，伫新竹的圣经书院来举行。请咱有关的同工来注意。具体消息就是本会甘秀珍执事伫8月初8蒙主文调，因的家庭的安慰礼拜是伫因这个甘秀珍执事的府上成功路2段105号5楼，就是伫这个礼拜5，过来这个礼拜5暗时7点半，请咱兄弟注意一下。伊的个别礼拜是伫8月2日，就是拜六，伫殡仪馆来静德厅来举行。时间请咱兄弟嘛看者，9点是2点，过来个别礼拜、火化礼拜、安葬礼拜，请咱兄弟来注意这个时间。本会许明雅姐妹伫8月28日
要前往美国的加州大学和平分校就读，请兄姐为伊来祝福加代祷。下面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真欢喜邀请到刘炳熙牧师代表新港教会来到咱本会一只，甲咱做敬拜上帝，嘛带来真好的即个分享。对新港教会伊即马的一寡建筑，也是讲一寡因咧建立的代志，只做报告。一只咱倒一届用普仔声来甲刘牧师欢迎。代表新港教会来敬上牧师求片面。我嘛是代表咱教会来收啦吼。若是有人外口无买着，会当来甲我借去赶，袂要紧。好，一只我嘛一只补充报告今仔日新港教会有寄即个新港教会历史建筑的即个梦想的计划啦吼。像头过刘牧师嘛有讲到，这是对日本时代的留落来。即个建筑物是因重新装潢了后，要成做因新港地区的一个算讲是指标性的一个建筑，一个地标。相时伊也是一个艺文中心。头我都听到讲真特别。有一个医疗的团队，伊毋茫讲即个建筑若用好的话，要只做在的医疗，在的医疗，诚做因新港教会地方医疗提升的一个真好的一个机会。毋茫咱若是对即个事工有负担的话，可能咱今仔日检采奉献地无够，咱是即个 DM 大人拢敢有摕着，伊后壁有即个。划拨账号甲户名，咱若是对即个事工有负担的话，毋茫咱会当继续来奉献以及关心。好，一只嘛来报告讲，过来的即个拜五要至甘秀丁执事的厝内底只来举行安慰礼拜，毋茫咱兄弟姊妹会当半工。做伙过去来参与，诚做因的关心，诚做因的安慰，甲扶持，嘛毋茫咱自拜六的时阵，嘛当做伙来参与即个个别礼拜，诚做因的帮赞。以上一只做补充的报告。请咱来吟上言402首，吟诗说咱请即个根治牧师来祝祷。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原早之地，现在之地，永远之地，永远的主上帝，你时常用疼痛甲慈悲来款待阮，结连伫阮，也愿最后所对视过我，永远顶头死的活命，点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
互阮常常踮伫你的内面，也愿信心来感动阮，参与伫建立永远国度的宣教事工内面。愿三位体上帝引带互阮，保守阮每一个人，是在世时着大声享受伫永远活的恩典内底，对即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请坐，祝我灭倒。即马来举行平安礼，请咱兄弟起立，你厝边的人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